5屆兒童書展暨超級親子用品展已經圓滿結束，累計吸引本港、大灣區及其他國家超過30萬人次及5000個大灣區家庭參與，成功實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嘅主題。今屆兒童書展首度舉辦香港學校巡禮，超過100間學校參與，為本港同大灣區家長製造機會，現場同校長老師交流，了解升學資訊。今屆仲有超過700個攤位進駐，加上荔園嘉年華、BB 爬行大賽、兒童充氣樂園等多個精彩活動，仲有超級吃貨天地同媽媽掃貨區，為大家帶嚟購物、娛樂及文化體驗等多重享受。嚟緊，我哋將會喺9月舉辦第1屆兒童動漫卡通嘉年華，集合超好玩同勁開心嘅元素。而最開心就係小朋友可以 cosplay 自己中意嘅動漫同卡通角色，兼夾喺現場打卡影靚相。9月27至29號，亞洲國際博覽館約定你。